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9号。这一期咱們聊一個離奇的事情啊。天下之大呀，無奇不有。什麼離奇的事呢？通常如果一個成年人呢，他的加減還不算乘除就是加減只能算到10以內，那麼這個人大家通常恐怕都認為他是智障智力有缺陷呢。智力有缺陷這樣的人也不少，對吧？這是不幸的事情。但是智力有缺陷的人卻當了參知書。這個智力有缺陷的人當參知書也不算離奇。當了參知書之後他居然被限高，成了老賴。你說這個事情離奇不離奇？這個就是發生在河南省輝縣南寨鎮的叫孫氏窯村，就發生這麼一個離奇的事情。一個村怎麼會讓一個智障當參知書？後來這個智障參知書還成了老賴，被限高。這個事情還是要從2003年說起郭白某根據這個澎湃新聞報道這個河南省輝縣南寨鎮孫氏窯村支部書記叫前支部書記郭白某曾任這個書記14年之久。據他自己說他在職期間累計為村委會墊資80餘萬元。你說他當這個村支部書記，他為了村里的發展，他墊資了80萬，那等他這個卸任之後他就要這個80萬呢？為討要這筆欠款，他就把村委會告上了法院。老書記把村委會告上法院，這個事情本來也挺離奇的人家為官一任，對吧？啥造福一方是嗎？應該不是這個詞叫什麼3年清知府10萬雪花銀，對吧？他這個2屆參知書或者叫3屆參知書，對吧？他欠債80萬。總之怎麼聽着好像有點這個不大對勁但是不管怎麼說人家敢告村委會，對吧？人家退下來之後告村委會，說明他手上有真凭實據相關法律文書顯示自2022年9月26日郭白某一審勝訴後，又經過了2審再審。什麼意思一審贏了，但是村委會不服對吧？就上訴，上訴完了之後，那可能還是不服，還申請再審。最終法院判郭白某勝訴，就是老支書胜訴了，由輝縣人民法院執行相關判決。作為這個老支書他對村里那肯定是門清結果等到法院強制執行的時候這個老支書郭白某稱，他突然發现村支書突然換人了，書記換了。根據這個媒體提供的這個叫中共輝縣市南寨鎮委員會文件2024年4月3號，這個文件說什麼呢？說關於同意貼某同志辭去孫氏窯村黨支部書記職務的批复，中共孫氏窯村支部委員會經鎮黨委研究決定，同意貼某同志辭去孫氏窯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特此批复中共南寨鎮委員會2024年4月3號。然後後面他又來了個文件，叫還是中共輝縣南寨鎮委員會文件。這個文件呢是一個關於任命郭黑某同志為孫氏窯村支部書記的通知，各行政村黨支部根據工作需要，經鎮黨委研究決定，郭黑某同志任孫氏窯村黨支部書記，特此通知。你看終於一個加減法只能在10以內的一位智障被正式任命為孫氏窯村支部書記，而且是蓋了紅頭文件的蓋了紅章還有這麼荒唐的事嗎？該案當時的執行法官朱某某稱不知郭黑某智力有缺陷，任命手續是乡政府送至法院的。你看就是乡政府紅头文件蓋着公章送到法院，說這個村委支部書記換人了，换成郭黑某。輝縣市人民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地政府再次補充材料後，可撤銷郭黑某的限高。也就是這個老支書郭白某你說他們這個村名字也挺有意思的，郭白某、郭黑某，某是他最後一個字給他隐藏了，不是白就是黑這個村对吧？也瘆得慌，是吧？也挺蹊蹺的，是吧？那郭黑某是誰呢？他何時被任命為書記的呢？12月15日，澎湃新聞在輝縣市西平羅鄉某處加油站附近的廢棄平房裡找到了郭黑某本人。等於自己被任命為參知書，他稱自己並不知情。那他不知情，誰知情呢？对吧？你看人在家中坐我靠，這官從天上來人家想當官當不上，這個自己在一個加油站廢棄平房裡面正在面壁，对吧？正在這個打坐修心養性的時候，突然黄袍加身，成為地方的父母官呢，還有這樣的好事他不知道。那时任參知書應該知道吧？
針對上述情況，時任孫氏窯村支部書記貼某稱他也不知情。時任南寨鎮政府鎮長石某某回應此事說，不願再提起此事，相關部門已調查結束，個人已接受組織的處理，往事不堪回首啊！哎，是別提了。官方人士介紹啊，時任孫氏窯村支部的書記貼某因不想被列入限高名單中，和廣公章的镇政府工作人員串通私蓋公章，形成了前述的2份紅頭文件。事件發生後，已處理3人，相關責任人均已調離原工作崗位。具體情況啊，大家看这個澎湃新聞啊，他的報道，大家看視頻。5加5等于几？那還不是10個？那4加4呢？我都不精通。有修路了，有打井了，村里面他日常生活不跟那个大戏大庙会的，唱戏人家也得人家拿。我垫这垫了可多，总共是主要是80来万。然后打了1身拐子，我都很费了气了，看打拐子打了400多天呢，回原法院判了我赢了，判。当时我打拐子那不是村里账号，这还动家了嘛？书记不是跳，我不是跳是谁？好是我哈，一个5保户员个神经大脑神经有高度，他有高度才智。就这个我说呢，他不可能当支部书记，人家给他爹是拐子已经答应了，他就不咋说这事了。我把账上的卡给人家就脱了。我说前不干，我说俺那谁书记，他说我好。我说没凭少说好，还是这个好像是有根有据了。我那根据啥呢？有根有据了，他也根据红头文件了。我说你给我拿不上红头文件这样扯的，他红头文件不能压你抢。这2个文件是您才从哪里拍的？从卷宗里面拍的。后来我要去那个法院，正好就是去法院档案室，他说人家复印出来了东西。这咱家卷宗里面的。不知道那是啥子，这是个手续是这些手续是他们乡政府给我送过来的，乡政府的红头文件给我送过来了。当时他的任命手续是他乡里边给我送来的，我后来这事已经我处理了。所以说，当年政府发给我们几个文件，我们都把它查销了。等他的文书下来以后，给那个辅助查证给补正的。有的比我岁数大的人家都没改成。我要老笨蛋，我都敢说我自己是笨，我就是记忆力差。5加5等于几？那还不是10個？那4加4呢？我都不精通。就这个，这不8这个啊，是不是这个？啊，对，就这个。这不是任命挂客户为这个孙氏窑支部书记的通知。这边说是少章，不是章吧？是章啊，镇政府的章。这还是头一回你拿的这个叫我看了，这我才知道的。您才不清楚。我也基本都齐了，然后这个事我也不想再提了。组织的处理我也接受了，我有啥那个调查的，该跟组织说了我都说了。用年这个大用啊，相关部门已经调查结束了。对于我个人呢已經處理了。其他的呢一直有處理結果了。
實際上這個事情也比較簡單啊，因為跟村裡面的官司勝訴後啊，未能執行，前任書記，他不是前任呢，是前任啊，書記啊，郭百亩，官司贏了，去執行的時候，對吧？大家也知道啊。這個村一級法人是書記啊，法人啊，如果你你沒錢給法人要被限高，那麼对吧？你现任的这个村支书，你正好是你村里的法人，那你就得限高啊，法院就得强制执行。所以这个申請執行人這個郭百亩啊，興沖沖的吧，帶着法院的人要去執行，發現書記換人了，村裡面的一名智力有缺陷的殘疾人郭黑某被任命為了村支部書記，導致郭黑某啊因此被限高。這個郭黑某你限不限高他也無所謂啊，他本來就不高啊，他也不住酒店，他也不坐飛機，他也不坐高鐵，他也沒有什麼手機支付，原本啊神不知鬼不覺的，對吧？而且這事還不需要郭黑某同意啊，因為他都不知道啊，組織上對他進行任命了，對吧？但村支書了他不知道，他也不買高鐵票，所以對郭黑某來說一切如舊，啥都不知道。但是郭百某那肯定不能放過啊，所以這個事情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就是個草台班子。為什麼這麼說呢？你說作為這個村支書貼某啊，還有這個鎮裡的這個什麼鎮長，你說這個腦子實際上他的智商啊不比這個郭黑某啊要高多少。雖然他們啊加減運送啊已經達到了2位數，但實際上他的智商啊不比這個郭黑某高。為什麼呢？人家官司贏了要申請強制執行，一執行你這不就露餡了嗎？你這個造假有什麼意義呢？這第一個啊，第二個，對吧？這個郭百某啊，當了14年的村支書，那不管怎麼說啊，在地方上人脈那也是算是豪強吧。人家沒有人嗎？人家也有7大姑8大姨，對吧？你在縣裡面這麼大一個地方，誰還不認識幾個人呢？人家好不容易這官司贏了，那肯定是窮盡所有手段啊，去查封財產，去這個強制執行，對吧？去想辦法讓你這些村裡面這些頭不爽，好讓你把錢交出來，你得還他錢呢。結果興沖沖的本來是把這個書記，對吧，讓他限高，讓你坐高鐵，讓你去北京，讓你出國，你都去不了，對吧？讓你去海南，讓你住3星級酒店，結果發現一執行沒限住他，那人家能不去查嗎？所以說啊，這個前任村支書貼某啊和那個鎮裡的領導，那簡直是智商比這個郭黑某恐怕還低一點。當然了，你要說他智商比郭黑某低，這是不對的。事實上他智商應該比郭黑某高。那為什麼他這麼做呢？叫肆無忌憚，土皇帝當慣了，這個地方就是我說了算。結果呢，碰到了前任領導，對吧？棋逢對手，將遇良才。你想象一下啊，如果是個普通的債主，你把村委會告了，恐怕沒用，這事就這麼着了。但是啊，這個郭百某顯然，對吧？堡壘容易從內部打破，對吧？他知道這裡面的彎彎繞，知道這裡面的貓膩，人家是曾經是體制內的人，是內部人，人家就一劍封喉。所以說來說去啊，這是一場內鬥啊，我難以想象啊，如果是個民營企業，你去告村委會，恐怕也就這麼着了。要執行沒有，就是沒錢。法院呢，敢查封嗎？不敢查封啊，因為現在叫保民生、保運轉，基層組織，你法院不能隨便查封啊，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限高。好，你限高，那我找個殘疾人讓你限一下。這個啊是被報道出來的，根據蟑螂定律。那像這樣的事情，恐怕不是河南輝縣這一個地方啊，大家都這麼玩，環全不下鄉。一個幹了14年的老支書，他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那你說一個民營企業，對吧？你這個還很多啊，這年輕人動不動想回村發展，你這不是腦袋有包嗎？看多了那是各種報道啊，各種宣傳，認為回農村發展，你遇到的都是這種智障村支書，要麼是智障村支書，要麼就是這種肆無忌憚的村支書，無法無天，對吧？他就是法，他就是天，讓你狀告無門，對吧？你就是官司打到最高院再審，你知道嗎？他這個1審是基層法院啊，2審是他們市裡面的法院，再審就是至少是這個打到河南省高院了，對吧？河南省高院判了，你應該給都沒用，對吧？你執行還是基層法院執行啊？人家給你出一個說明，法院就執行不了。所以這就是營商環境啊，所以這不是智障當村支書，這反映的是這個基層權力結構的一種叫治理失效，但這叫肆無忌憚，底氣就是你能把我怎麼着？最後的處理結果啊，最後的處理結果也沒啥啊。這個時任孫世堯村書記貼某和廣公章的鎮政府工作人員串通私蓋公章，形成了前述2份紅頭文件。事發後已處理3人，相關責任人均已
調離原工作崗位。哎，這個不就是叫罰酒3杯嗎？甚至都沒有罰酒啊，就調離啊。你想啊，私用公章，這什麼意思啊？你要老百姓，你敢私刻一個啊，這村委會的公章，那你2年起啊。他這不是村委會公章，他是鎮裡面的公章啊，鎮政府的公章，也就是把3個人調離工作崗位就完了，沒有說去坐牢。說明什麼呢？那這個法院呢，你肯定是對吧？你把一個智障列為一個被執行人，給人家限高，你這不是說明你這個執行能力也欠缺嗎？对吧？也有這種智障嫌疑啊。对，你搞錯了，對吧？你法院不能說我閉着眼我就照着這個啊，人家給我遞一個什麼文件我就照着來啊。你法院有這個義務的吧，去核實啊。你法院不就是根據這個時任村支書這個貼膜遞交的2份文件嘛？一個是他辭職，一個是任命這個郭黑某當村支書，這2份文件啊，蓋着公章的紅头文件，哎，法院就照着執行。顯然啊，這個法院也是草台班子。12月16號，澎湃新聞說啊，他又報道了啊，說報道當晚，郭白某介紹當地法院相關負責人前往當事人郭黑某處鄭重致歉，並贈予了部分生活物資。記者獲悉，12月16日晚，河南新鄉市輝縣市法院執行局副局長裴峰、法官朱新昌來到郭黑某家，也就是那個廢棄的平房啊，向郭黑某鄭重道歉，說對不起，給您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問題是人家是智障，你這道歉有用嗎？他聽得明白嗎？他是智障啊。郭黑某堂哥郭白某介紹，裴峰、朱新昌上門道歉時態度誠懇，還帶上了方便麵、食用油、牛奶等慰問品。郭黑某接受了2人的道歉。這個郭黑某實際上是接受了他的方便麵、食用油、牛奶，對吧？只是道歉不道歉不重要啊。他缺道歉嗎？他需要道歉嗎？他需要的是方便麵、食用油、牛奶，对吧？吃的生活物資。郭白某称啊，涉事的时任镇长石某某、村支书铁某等相關責任人並未上門。這就是一個草台班子。首先啊，你地方政府村裡面欠人家錢，法院判了，該給就得給，對吧？既然法院已經判了，你再审都审完了，你就得想辦法，要麼取得別人的諒解，對吧？我分期付款，多少年給你付清，要麼上面撥款，總之這個錢，對吧？要給人家付了，他不僅不付，沒錢付，這個沒錢付，我認為可能性比較大啊。你現在地方政府都沒錢，你一個村政府哪來的錢呢？村委會從哪兒掙錢呢？尤其是窮地方啊，那些郊區的经濟比較發達的地方的村委會有錢，對吧？他那個土地出租、集體用地出租，他的那些什麼，總之啊，來錢的路子比較多，小金庫也比較多。實際上，我以前做過一個節目，有很多欠发达地区的那村委會啊、村支書和村長都沒人幹，這是事實啊，就是缺錢嘛。這個一個村支書好像一年正經的收入大概也就4、5千塊錢，當然各個地方不一樣啊。你想想，如果他僅僅靠那4、5千，他在那兒，你村支書的活還挺多啊，村長不是說沒活，都至少開會挺多啊，動不動把你叫去開會，那不就耽誤你賺錢嗎？實際上工資也不高，對吧？好多村支書都人家都辭職跑出去打工去，本來這活就不好幹。有的地方村支書靠什麼賺錢呢？就靠那個，不有的地方要挖河道嘛，對吧？要或者是叫什麼防洪、抗災之類的啊。現在很多地方他是拿錢，因為你那個地方勞動力都沒有了嘛，都出去打工去了。哎，比如說今天要10幾個人，或者要4個人，要在這兒守10天，他就按1天100塊錢的這種標準，或者200的標準啊，他雇人。哎，這個錢是上頭往下撥的。好的村支書啊，就靠這個賺錢。哎，他把自己老婆、把自己爸媽都算上，對吧？去晃一晃，打個卡，一個人1天200塊到手，你靠這個賺錢，這只是方法之一啊。但這個前提是上面有錢往下撥，哎，他從中掙點這個錢。還有什麼錢呢？比如說啊，扣一下這個五保戶啊、貧困戶啊，還有類似於郭黑某啊這種智障，他很有可能已經被列為貧困戶了。那既然你有貧困戶，那政府啊每年就給這個貧困戶要，對吧？米面糧油啊，或者是補貼啊，這些錢要經過他們，那他們就從中扒一層皮。哎，這個對吧？這個大家都能想象到，就靠這玩意卡點油水。我說的是欠发达地區啊，因為他來錢的路子非常少啊。即便這樣，那村支書也不想幹，有的時候事情還容易敗露啊。萬一這個五保戶或者貧困戶的吧，家裡有個親戚或者有好事者，對不對？跑他家去探訪，一打聽，哦，本來1個月給你2袋米，結果只有1袋，那另外1袋去哪兒了呢？這事容易敗露啊！現在是自媒體時代啊，那總有這樣的人到時候瞎拍，對吧？你今天不敗露，明天不敗露，過3年敗露，過5年敗露，那也是個事啊。所以我說的啊，就是這個欠发達地區的村支書啊，沒有油水，沒什麼好幹的，本來人家就不想幹，這個時候又攤上這麼個事，給我列個限高，我以後出去打工或者
高鐵都做不了，那你說我願意吗？他肯定不愿意啊。那村支书立馬就去找上级，对吧？我辞職，不想干。那镇里面頭呢？你一看，那怎麼辦？沒人幹，換誰來誰都得限高，對吧？這村支書沒人敢幹，怎麼辦呢？他不想着解決錢，反正他也沒錢，對吧？他就想着這麼變通，找一個智障，對吧？讓他限高，黑鍋由智障來背，對吧？法網由這個智障來扛。實際上這種事情啊，第一個反映的就是基層組織啊，這種是一種癱瘓狀態，沒有辦法正常運轉，也就是保運轉保到現在，對吧？實在是就是紙已經包不住火了，不就缺錢嗎？這個是一個是經濟困境，縣里沒錢，对吧？县里賣地賣不掉，他從哪兒來錢？說的不好聽一點，這就是村政府暴雷，對吧？欠人家錢給不起嗎？沒有資產可以執行，不是暴雷嗎？老村支書呢，80萬扔哪兒去了呢？借給村裡幹啥了呢？按理來說，他應該形成了資產，這是第一個啊。說來說去就是地方政府缺錢，那欠發達地區，那這個就先暴雷啊，這樣的怪事啊就會越來越多。那些相對比較發達地區呢，因為它錢比較多啊，還能周轉，還能遮掩一下，掩蓋一下，還能抵擋一陣子。所以我就想起了啊，黑龍江，對吧？把泥巴賣出金子的價格，那都是被逼的，没辦法，缺錢呢。第二個呢，就說明地方這個基層組織啊，叫無法無天，沒有錢你不能這麼幹呢。哎，人家偏偏這麼幹，說明什麼？說明他招都想完了，對吧？把這個泥巴賣出金子的價格，他也做不到，村裡面也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賣，可以出租，鎮上也一樣啊，找不出什麼東西，實在走投無路啊，沒辦法，對吧？那就造假吧，這不就是造假嗎？善用這個公章啊。所以說啊，從河南這個智力缺陷的人被任命為村支書，就這麼一個鬧劇啊，實際上反映的是地方經濟、地方的財政狀況是難以為繼，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了，對吧？河南的經濟形勢大家也知道，是個欠發達地區，對吧？河南它的省會鄭州啊，那個樓市是什麼情況？那地賣得掉嗎？很多爛尾樓，對吧？房價也是暴跌，連鄭州都這樣，你說其他地方什麼新鄉、什麼洛陽、駐馬店，那不是更慘嗎？管中窺豹啊，可見一斑。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2026年，你說說，類似於像智障當村支書這樣的荒唐鬧劇啊，會越來越多。我說2025年是應收賬款暴雷之年，你看看整個資金鏈斷了。大家別忘了，這個還是在，對吧？上級政府3令5申的叫保運轉，保運轉就是保基層政府運轉。他在這種口號下出現了這個事情，你就說明他已經難到什麼地步了。說實話啊，這個澎湃新聞呢採訪這個鎮長石某某說：“哎呀，往事不要再提。”說白了也是透進了一種無奈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說怎麼辦？他覺得他挺冤。你再採訪一下那個原村支書貼膜，那貼膜說：“我早就不想幹了，我辭職，他不讓我辭。”實際上現在很多欠發達地區就是這麼個現狀，村支書想辭職辭不了，不讓他辭，沒有錢，神仙來了也沒招。所以越是這種環境啊，年輕人越不要想當然，什麼回村裡面去創業，你到時候說理的地方都沒有，對吧？現在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農民連着幾年都沒有工可打，沒有工可打就意味着他沒有收入，对吧？他回家地也沒得種，第一他承包給大戶了，第二個他要自己種，他賠錢，所以說給大戶種他沒地種，那他無所事事，游手好閒。這個時候你要在老家，對吧？你要在這個農村裡搞點什麼事情，你很容易就遭到這個大家眼紅，動不動一哄而上把你全給摘光了。哎，最近這個網上這樣的報道非常多啊，什麼內蒙、什麼山西，還江西，什麼搶甘蔗，對吧？偷甘蔗遊戲，看似熱鬧啊，最終啊一地雞毛。所以說啊，年輕人不要想當然，越是經濟環境不好，越是会導致營商環境更差，治安也差，到時候有理沒地方說，理說通了，你錢要不回來，对吧？就連一個在當地幹了14年的前村支書土皇帝，錢進去了都要不回來，你說你一個韭菜，对吧？沒有背景，沒有資源的，你怎麼可能要回來錢呢？投資打水漂。所以說2026年啊，恐怕只會更加艱難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